大家好，我喺 Threads 度睇到有個人開咗準備去英國移民嘅揮手區，忍唔住撳入去睇下有啲咩人咁醒目，會繼續喺2025都仲會揀英國 BNO 移民，同大家分享下佢啲精彩留言咯。喺開始前，請大家俾個少少嘅 like 支持下我哋先，多謝晒。阿 Vincent 就講，作為當年 BNO 嘅開荒牛，我對大家有一啲嘅忠告，就係睇少啲 threads，每3-4個月呢就有啲新 account，話佢哋啲移民生活好辛苦要回流，又或者呢，有啲人會笑英國冇人倒垃圾，又話俾人偷電之類，最好就唔好聽咁多呢啲負面消息，最緊要係清楚自己點解要來喎。係咯，最緊要清楚自己點解要嚟啊嘛。你係因為覺得某個地方唔夠好，所以要搬到一個你覺得好啲嘅一個地方㗎嘛。咁而家你搬咗去英國，有啲嘢的而且確唔夠舊時地方好，咁呢個咪就係真相咯。你如果咁樣講，咪即係話，總之乜嘢都唔好理。如果你用呢個方法去諗嘢，你使乜走啫？真係奇怪。阿 Jason 就話佢係第一批嚟嘅人，下年就5年啦。英國呢就比較平淡，但係呢就真心適合生活嘅。有幾個同事兩公婆打工，冇乜壓力，幾年呢都可以儲到首期買樓啦。每年呢就去2-3次旅行，不過出外邊食嘢就真係選擇比較少，所以帶個廚師去英國係好緊要喎。你話兩公婆打幾年工可以喺英國買層樓就唔出奇嘅，因為英國啲樓如果你肯選擇到好偏僻嘅話，真係可以好平。我有個朋友咁啱都喺英國買咗樓，但係佢要問啲朋友借錢裝修，跟住分2年攤還。呢啲後續故事佢有冇同你講呢？阿 Calgary 就話呢，如果加拿大嘅救生艇真係穿咗個窿，佢就會跳船去英國。佢話回流呢就唔係佢嘅選擇嚟嘅。究竟你呢個係咩諗法？你由一架穿窿嘅救生艇跳過一架沉緊嘅鐵達尼號，真係唔知你哋啲膽識從何而嚟。你話回流唔係你嘅選擇，咁如果個鐵達尼號都沉迷，你點算？阿明就話，而家你仲敢去英國，真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，你夠膽闖進嚟。仲有阿 Frankie 講，如果可以嘅話呢，就帶部抽濕機過去英國呢邊有抽濕機買，但係呢啲吸力呢就好弱，同埋香港多好多牌子揀。唔好睇小，冬天抽濕機幫到你好多，室內晾衫1晚搞掂就唔會有臭味。阿 Frankie 咁搞笑嘅，佢好似喺度賣緊廣告多啲。好啦，暫時佢哋未有好多留言，睇下遲啲會唔會有多啲人留言嘅話，我再同大家分享下。咁暫時總結嚟講，都係一句講晒，因為仇恨所以飛到去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，希望佢哋可以慢慢放低仇恨，清晰佢哋自己嘅思路，揾一個真係好嘅地方去生活啦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大家對今集嘅內容有乜嘢睇法呢？可以留言區度留言。多謝大家收聽門口俱樂部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